大家好啊！Lulu Channel 喺今日2025年6月9號星期一，繼續同大家以26個成交個案分享。今次同大家睇嘅就係沙田第一城兩個兩房單位都係獲利成交。沙田第一城喺5月份錄得有17宗成交，比上個月嘅14宗就增加咗大概14%，其中蝕讓同埋獲利嘅成交並存。蝕讓個案就包括一個3房單位就以623萬賣走，較2019年買入價708萬，帳面就貶值咗12%。如果計埋稅務釐印費、佣金、律師費，原業主就可能喺呢宗成交裏邊實蝕125萬。至於獲利個案方面呢，就一個兩房單位就以398萬易手。原業主喺2014年就以345萬買入單位，持貨11年，帳面而家就獲利53萬，大概物業實升值咗15.4%。呢啲嘅交易亦都反映出市場仍然都有波動，部分業主就因應市場調整而選擇蝕讓離場。至於長線持有嘅原業主就會有機會獲利。未入正題之前，先同大家做個小呼籲，希望大家對於 Lulu Channel 嘅分享點讚、分享、留言，亦都希望大家能夠免費訂閱個頻道，支持我持續發展。喺我嘅內容裏邊呢，內容都有好多，包括咗經濟、樓市、地產、健康資訊、飲食、文學、文化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Lulu Channel 持續發展。我已經開通咗 Super Fans，希望大家 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。亦都希望大家啦，見到我嘅 YouTube 有廣告，亦都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，另外有多啲動力分享唔同嘅話題啊。沙田第一城喺6月第一日就有2宗成交，同屬都係兩房單位，售價都係低於400萬，應該都受惠於呢個印花稅優惠100蚊入場。呢個兩房單位呢，就係以372萬成交，持貨15年嘅物業，原業主就得到帳面利潤超過200萬。單位喺15年內升值咗1.2倍。美聯物業黃錦漢表示，成交單位就係沙田第一城46座低層 A 室，實用面積284平方尺，原則係個兩房間隔嘅單位。呢個兩房單位原叫價380萬，最後減價75000蚊。就係以372萬5千買走單位，計翻折合實用尺價13116蚊。原業主喺2010年就以168萬買入呢個單位，持貨15年，帳面就獲利204萬，單位15年內都升值咗1.2倍。啱啱同大家睇嘅就係入場印花稅100蚊就可以買到嘅兩房單位。原業主持貨15年，帳面獲利超過200萬，加多少少真係可以買多一間荃灣中心嘅兩房單位作為收租啊！沙田第一城近期樓市嘅走勢都顯示成交量回升，喺上個月就錄得有17宗成交，較4月份增長咗14%，成交尺價亦都有所上升。最新嘅實用尺價12622蚊，較4月份上升咗5.32%。第一宗同大家睇嘅兩房單位，原業主持貨15年，帳面獲利超過200萬。第二宗同大家睇嘅兩房單位就以400萬成交，持貨14年嘅物業，原業主亦都賺到163萬離場。世紀野一奇豐物業表示，成交單位就指沙田第一城52座中層 D 室，實用面積304平方尺，係一個兩房一廳嘅間隔單位。單位坐向東南，望嘅就係開揚嘅遠景。上述兩房單位放盤15個月，都超過1年，原開價420萬，累減20萬之後，就以400萬成交，計翻個折合實用尺價13158蚊。至於原業主早喺2011年6月就以237萬購入呢個兩房單位，持貨14年，而家轉售帳面就獲利163萬，單位14年內升值咗接近7成。
至於沙田第一城未來走勢預測短期內就會穩步上升，隨住市場信心回暖，成交量有望保持穩定，呎價或者會繼續微升。政府如果推出新嘅房屋政策或者利率調整，可能影響買家嘅入市意欲。租盤需求其實仍然強勁，部分業主選擇持貨收租，減少咗二手市場嘅供應，支撐咗樓價。至於長線發展方面，沙田第一城由於交通便利，鄰近港鐵站，長遠仍然都具有投資價值。整體香港樓市近期都出現成交回暖嘅情況，但係價格仍然處於調整嘅階段。根據高盛最新嘅預測，25年樓價可能見底，並且喺26同埋27年逐步回升3至到4%。地產發展商持有嘅庫存仍然保持正常水平嘅2倍，預計今年內可能完成去庫存。另外，政府撤銷部分樓市嘅辣招，有助成交活躍，但係價格仍然低於長線嘅週期水平。隨住新人才來港，租金持續上升，可能亦都帶動咗樓價回穩。如果未來融資環境得到改善，買家負擔能力回升，樓價有望進入新一輪嘅增長週期。隨住經濟復甦，投資者同埋換樓客嘅需求亦都可能增加，亦都當然會有助推動樓價穩步上升。希望大家對於 Nolo Channel 今次分享沙田第一城2個兩房成交嘅個案點讚、留言同埋分享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Nolo Channel 持續發展。Buy me a coffee 作為鼓勵。如果你見到我 YouTube 有廣告，希望大家幫忙睇咗佢，令我有多啲動力分享唔同嘅話題。今次分享到而家啦，拜拜。